無論你係咩年紀、咩性別、咩背景，都可以透過聖經嘅話語生命更新。繼一年讀新約靈修之後，邀請你一齊立志，同35位牧者用3年時間，每日用聖經嘅舊約靈修讀經，讓生命往下扎根，向上結果，一齊實踐舊約嘅教導，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。與喺祭壇旁邊審判我哋嘅主相遇嘅時候，我哋必定會係赤露敞開，被佢哋去審判、懲罰。但我哋深知道，我哋嘅神就係因為我哋甘願被佢係重新嘅模造、責打、拆毀，就會係甘願被佢重建，同埋係被興起。神會係再次嘅招聚我哋，好似以色列人一樣，被擄要歸回。荒涼嘅場地再次嘅係茂盛起嚟，去見證我哋嘅神嘅信實，佢嘅慈愛，佢嘅大能。喺我哋去回想神嘅恩典，佢嘅大能嘅時候，我哋先嚟到去祈禱。親愛天父，我哋感謝讚美你，因為當面對你嘅審判嘅時候，我哋都驚惶失措。當你重新嘅模造我哋嘅時候，我哋又歡欣快樂，因為期待你嘅重新去建造，你由拆毀去重建去興起，我哋感謝你。求神你幫助我哋，叫我哋欣然嘅被主去重建興起，被使用，成為你手中寶貝合用嘅器皿。感恩祈禱，奉主耶穌基督名，阿門。阿摩司書第9章，耶和華的審判。我看見主站在祭壇旁，說：你要擊打柱頂，使門檻震動，要剪除眾人當中為首的，他們中最後的，我必用刀殺戮，無一人能逃避，無一人能逃脫。雖然他們挖透陰間，我的手必從那裏拉出他們；雖然他們爬到天上，我必從那裏拿下他們；雖然藏在迦密山頂，我必在那裏搜尋，擒拿他們；雖然離開我眼前藏在海底，我必在那裏命令蛇咬他們。雖然被仇敵擄去，我也必在那裏命令刀劍殺戮他們。我必定睛在他們身上，降禍不降福。萬軍的主耶和華觸摸地，地就融化；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，全地必如尼羅河漲起，如同埃及的尼羅河落下。那在天上建造樓閣，在地上奠定穹蒼，召喚海水，使其傾倒在地面上的，耶和華是他的名。耶和華說：以色列人啊，我豈不是看你們如古實人嗎？我豈不是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也領非利士人出加菲托，領亞蘭人出吉爾嗎？看啊，主耶和華的眼目察看這有罪的國度，要把他從地面上滅絕，卻不將雅各家滅絕淨盡。
這是耶和華說的。看啊，我發命令，使以色列家在萬國中漂流，好像人用篩子篩谷，連一粒也不落在地上。我子民中所有的罪人，就是那些說災禍必不靠近，必不追上我們的，都必死在刀下。以色列的復興，在那日，我必重建大衛倒塌的帳幕，修補其中的缺口。我必建立那遭破壞的，重新修造，如古時一般，使以色列人接管以東所剩餘的和所有稱為我名下的國。這是耶和華說的，他要行這事。看啊，日子將到，耕種的必接續收割的，採葡萄的必接續撒種的。大山要滴下甜酒，小山也被漫過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我要使以色列被擄的子民歸回，他們要重修荒廢的城鎮，居住在其中，栽植葡萄園，喝其中所出的酒，修造果園，吃其中的果子。我要將他們栽植於本地，他們必不再從我所賜給他們的地上被拔出。這是耶和華你的上帝說的。阿摩司描述佢嚟到神嘅前邊，佢見到神嚟到呢一個嘅祭壇，就好比我哋俾我睇見一個嘅同樣嘅情景，係以賽亞先知睇見神高高在上喺至聖所嘅裏邊。我相信神嚟到祭壇嘅前面，淨係去審視、去親近佢嘅人，係咪來自一個空虛、一個假嘅面具嚟到台前咧？佢拉住啲嘅祭物獻上嘅牲口，究竟係咪真心真意咧？喺呢個地方描述就係神要剖析所有嘅人，以至佢要懲治嗰啲虛偽、只有宗教背景、宗教行為嘅人。佢要將佢哋滅絕淨盡。喺第9章嘅11節至到15節，最後呢個嘅情景俾我哋一個安慰，俾我哋一個鼓勵。原來神喺咁嚴重嘅嚴厲嘅懲罰，最後尾其實佢係真係滿有恩典、滿有憐憫。佢會赦免，佢會係重組。佢會叫人能夠可以復甦、被重建，所以喺呢個地方正係描述緊神自己嘅子民會嚟到係去興旺神嘅家。神要使到佢嘅子民重新得力，去發展、去擴展神嘅國。今天我哋需要有呢種咁嘅心。縱使神嚟到係去懲罰，我哋需要悔改，但係神原來會重新嘅興起我哋，叫我哋成為佢手中寶貝合用嘅器皿。呢一個祭壇嘅異象，提醒咗我哋每一個，我哋時常去親近神。我哋認罪悔改，但係其實都要向神去祈禱，為人都要代求。我哋對神嘅心好真實，需要好正面，需要係赤露敞開。但係我哋需要嚟到去延伸我哋同神之間嘅關係，明白到我哋嘅周邊有好多人需要我哋去關心、去祈禱。我哋成為一個
喺祭壇側邊審判主嘅面前嘅信徒。我哋祈求神嘅饒恕、原諒、更新、改變。但係我哋嘅肢體、我哋嘅弟兄姊妹，何嘗係喺嗰個境況裏邊呢？我哋都需要為佢哋祈求，求神鼓勵我哋多啲嘅為我哋嘅肢體們去祈禱、去關心同埋鼓勵。有人形容阿摩司係一個業餘嘅傳道人，其實意思就話，只不過係一個平信徒，佢唔係一個專業嘅牧師傳道，但佢仍然好關心社會，好關心其他嘅人，為佢哋祈求，為佢哋付出，按神嘅心意喺唔同嘅環境裏邊係被主去使用。佢關心社會，了解周圍嘅狀況，好大膽嘅踏出。我相信我哋每一個基督徒生活喺唔同嘅環境上邊，我哋都要有呢種嘅態度。既然我哋已經信咗耶穌，我哋係一個基督徒，我哋就活在唔同嘅層面上邊，其實就好似阿摩司一樣，去被神係使用，被差派去到唔同嘅環境裏邊，去宣告神嘅信息，去關心呢啲嘅肢體們，去經歷神嘅恩典，佢嘅慈愛同埋能力。喺祭壇前嘅阿摩司，就好似我哋喺祭壇前嘅一個嘅信徒，我哋被神去拆毀、重建、復興。呢個係喺獻祭嘅過程裏邊嘅一個嘅過程，俾我哋體驗到原來神需要嚟到去更新改變我哋，成為活祭去擺上。我哋感謝神呢一個嘅獻祭嘅模式，唔係叫我哋成為一個死嘅祭物。喺祭壇面前，我哋成為一個活祭。阿摩司盡神嘅心意去為佢作工，因為佢一路嘅宣告，來預備迎見你的神。今天我哋點樣預備呢？我哋時常可能只係以為到禮拜尾星期日嘅時候，崇拜嘅日子，我哋先去迎見神。其實每一天我哋都喺度迎見緊神。我哋嘅心係如何嘅擺上？係咪有被佢去重新模造、改變、更新、拆毀、興建、被重造、被佢使用呢？求神幫助我哋，因為阿摩司書就成為我哋嘅激勵。阿摩司自己願意承擔，我哋要承擔神俾我哋嘅託付同埋呼喚，成就神嘅計劃。今集背誦嘅金句係：在那日，我必重建大衛倒塌的帳幕，修補其中的缺口。我必建立那遭破壞的，重新修造，如古時一般。阿摩司書9章11節。完咗阿摩司書之後，聽日會開始用拿鴻書同大家靈修，繼續透過聖經嘅話語，讓生命更新。